表鏡破損，每日佩戴5年就必須保養嘅，否則續成會磨損。自動甲板背面2個輪軸都生鏽咗。高檔手錶又係精密機械，貴在精美完美，保持完美操作唔留痕跡，裝配都要達到瑞士原廠標準。螺絲完美無痕，背面原本生鏽嘅輪軸，油量既充足又控制嚴格。每粒螺絲都係完美嘅，邊緣整齊圓潤。